夜晚5點啊，收車之後，整咗10點開始整到而家。整咗啲咩？第一步，加咗個藍馬味，手工粗糙啲，趕時間，所以有啲起皺起紋。咁咧，裝咗個出風嗰個位嗰個鐵板，但係佢有分左右舵。咁啊，其實買完係唔啱裝嘅，仲有啲窿，呢個窿。咁啊，再裝咗咩咧？裝咗個雨刮防塵墊啊。咁咧，整嗰啲裝飾出風口。黐咗個龍把邊，咁啊加咗條靚啲嘅不鏽鋼條，咁啊黐咗貼紙啦，整咗個擋雨罩啊，咁啊加張地氈啊，商業電台新聞報導，貼紙啊，咁啊加咗啲皮啊，假皮。各位，而家有閃達聯報道新聞。哇！金海公表安全帶扣啊！三世將支持英國警方調查大底安德整個軟墊啊！擔任英國貿易和投資特別代表期間，向美國性犯罪整多個箱仔2層啊！傳送英國政府機密文件嘅指控。咁咧，跟住就買咗依個，但係咧佢有分左右嘅，咁咧我就剪咗中間，調翻轉。呢個係錯失敗品。咁啊 USB 充電啦，咁啊趕時間啊，試下隻車 cam 未拉好啲線。咁啊，仲有好多補品。好多補品都未搞嘅。查理斯三世星期一到訪，臨開下郡時。阿窿啊！咁啊，電尾門啊，黐咗張貼紙啦。仲有好多未搞，屋企仲有成扎，但係其實好多佢有分左右舵失敗品嘅，香港係唔啱裝嘅。今日揸咗2個零鐘，個感覺幾好，舒適嘅，冇大陸嗰啲講嗰啲話會暈車啊嗰啲嘢，可能我教嗰啲 setting 教得好啲，係啦，明天繼續。